疾管署表示，顶摆开始风台了后，增加80例的类鼻疽病例，其中13例死亡。风台了后，嘛是类鼻疽疫情高峰，提醒民众风台过后要摒扫清气，避免感染。另外，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，伊本人无出国，也无去热区活动，也咧调查感染源当中。环保局甲卫生局人员当地进行社区生态源的清除，因为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天狗节的确定病例，个案是住伫文山区70多岁男性，9月底陆续出现发烧、筋肉痛痛、胃胃的症头。就医采检了后，10月7日确诊，不过个案最近无出国，嘛无去新北的中和新店区活动，感染源也有待查清楚。确诊个案都没有出国哈，那所以我们也会在加强调查他的活动地，包括他的居住地，还有平常活动的地点有没有可能的滋生源。3度2风台来啊，除了爱预防天狗日，嘛爱注意类鼻疽疫情。疾管署表示，强风大雨较会互土甲土面沟内底的类鼻疽杆菌现出来地面，更较会传播。尤其是南部民众伫风台过了后，清理环境时阵，爱挂嘴暗清护仪，这防护措施，以免伤口接触，还是受到污染的土沙造成感染。不过，如果是慢性病患的话，就可能会有持续的发烧，甚至出现肺炎的一个情形。那这个上次台米台风之后到现在，我们是累积有80例的这个本土个案，那当中也有10多位病患是不幸死亡，绝大部分都是年长或者有慢性病的患者。疾管署提醒，类鼻疽常常看到的症头包括发烧、头痛、皮肤烂、颔棍、看哈啦等等。若是出现类似的症头，请赶紧就医。另外，风台过了后1礼拜是天狗日风地的关键期，请民众一定都要落实巡、倒、清、路，防止天狗日伫社区摊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